有一个越南籍姓黄的渔工呢，甲共乡的是来租一个卖毒的集团，因是去到台中的太平来租一笪路营区咧做这毒品。刑事局有查到大量的毒品甲工区，另外目前呢，这姓黄的主嫌等等4个人拢已经互人送办啊。那台中市府是表示讲，其实这带这路营区呢并无登记，所以后手会联合稽查。刑事局和台中市保安大队特勤中队的警察手举盾牌，将门弄破冲入去。因接到消息，台中市太平区一个农营所在内底有毒品加皮包的分赃工厂。警方入去室内，发现嫌犯正在开毒品的 party， 当场掠奸在床。33岁越南籍姓黄的查甫人，原底是咧做讨海的渔工，和其他3个共乡的渔工。用人头做废弃的录营区，正做毒的所在，搁卖毒品予越南籍的渔工。刑事局今年2月去录营区和嫌犯所处的所在敲吹，拢总查到2256包的毒品加皮包，34包其他名，10包安非他命，还有分赃的假释。专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。越南籍的范闲伙同乡共犯，利用人头租赁废弃露营区为据点，从事开趴、毒品、咖啡包分装贩卖等，且未规避查缉，仅贩售予越南同乡。经查，该场域未取得录音场登记，中市府录音场联合稽查小组将前往稽查，如有查获确有经营录音场之事实，或土地使用及建筑物未符合相关法令，由主管机关依相关法令办理。台中市管理局表示，这个农营所在无登记，后续会联合稽查，确认是毋是有经营的事实，土地建物是毋是有符合法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